可以转了，可以转了！啥子事情啊？解放军是竟然开炮嘞！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我们要说的事情是在那岛上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着，怎么样的存在着，所以他会有新生的角色，他也会有军官的角色。那么这些军官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底下来到了台湾，然后再被放到了这个岛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跟自己必须存在的方式、长相跟样貌。这个角色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政战军官，我们一定会彻底肃清台湾岛内的共产势力。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造所有政治犯的思想。我一定做好思想改造，绝不让长官失误。 5分钟后派点集合。李迪这个角色虽然是个军人，虽然他在管理别人，可是就因为在这个绿岛的新生训导处看到从台湾来的这些新生们有家归不得也好，或是不小心的在这里发生了任何的东西事件，他都反映到他自己的内心，因为他的家在对岸，他什么时候能回去？在某种情况下，他甚至是觉得自己也被囚禁在绿岛上。5号这个军官呢，跟戏中其他的军官相对比较起来，他的个性是稍微温和一点，然后比较人性一些。全世界没得一个监狱有政治犯医生，这说不定啊，可以当做我们训导处的特色。他们都是犯人啊，而且这群犯人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第一是双方没得信任感。绿岛那个时候环境很刻苦，伙食也很不好，他就跟新生一起成立了这个种菜班、养猪班。他不只改善新生训导处里面新生的伙食，他连绿岛上面的居民也照顾到了。那时候所有的人就只为了一个活着，就是没有别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明天在哪里，你可能随时就不见了。你有时候你分不清楚这个人是敌还是友，而且在那个年代，其实军官或是政治犯都是很可怜的一群人。军人也好，受刑人也好，新生们也好，跟当地的居民也好，他们在这个一个艰困的地方，然后很不可思议的生活条件跟方式，还要去营造出某一种好像万事太平、生活管理很有规则的一个假象。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部戏，然后让观众感受到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然后没有战争的时代，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对于军官来讲，或者说对于新生来讲，他们面对恐惧的方式，你可以臣服，你也可以逃跑，但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不同态度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其实，在戏里我们要对，就是你那时候你面对恐惧的态度，其实就是你面对那个时代的高度。